獨有飲食文化，而叉燒可以話係最普遍嘅一種燒臘美食。嗱，叉燒大家就食得多啦，但係你哋又知唔知點先至為之一嚿靚嘅叉燒呢？新鮮咯，係啊，最重要就外邊嗰個皮就係有輕微嘅脆，就咬落去咧就有啲肉汁分到出嚟咁樣樣啦。咬落去啲肉嗰陣時候啊，有啲汁啊係包住咗噶咯，咁啊會比較係靚噶咯。有10幾年燒臘經驗嘅昌師傅係秀茂坪大龍華燒臘專家嘅第2代傳人。燒臘店開業至今已經有40幾年歷史，而且早已經喺觀塘賣到街知巷聞。佢哋嘅叉燒之所以能夠賣足40幾年，全因為有一條多年不變嘅店規。就醃嗰時間就大約係個半鐘到，醃完之後咧就落爐燒。咁我哋咧都話係嗰個唔會一次過好多懷咁燒上去咯，就拎上賣咯，會分批咁做咯。咁佢形成咧賣出嚟嗰個叉燒全部都比較係新鮮啦，同埋熱咯。要食到一嚿靚嘅叉燒，除咗要夠新鮮之外，師傅嘅經驗亦同樣重要㗎。鬆化啦，同埋就嗰個燒嘢嗰個師傅嗰個經驗好緊要啦。由我老豆嗰代做到而家做到呢代，淨係做燒臘鋪都超過成我諗有40年有多㗎啦。昌師傅嘅叉燒落足心機，又不惜工本，40蚊一斤叉燒呢一個街坊價，容乜易蝕大本㗎？蝕本就唔使蝕本，因為有好多其他供應商咧就可以即係落到嚟嘅貨咧係平啲嘅。只不過我哋咧即係對翻啲客嗰個態度咁樣去做嘢，咁啊寧願貴啲都好，都起碼會對得住人咯。